詩篇第116篇，要讚美耶和華，因他叫我的名名了時光。我愛耶和華，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，他既向我切耳，我直聲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繩索纏繞我，陰間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我患難愁苦。那時我便求告耶和華的名，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救我的靈魂。要讚美耶和華，因他叫我的名名了時光。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施的這些救恩？我要舉起救恩的杯，稱揚耶和華的名。我要到他正面面前向耶和華許我的願。到耶和華眼中他生命之事極為寶貴。耶和華，我真是你的僕人，我是你的僕人，是你必能的兒子。你已經改開我的綁索，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，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。我要到他正面面前向耶和華許我的願。到耶和華代的而來，到耶路撒冷登場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要讚美耶和華，因他叫我的名名了時光。